来看路透社报道讲，咱台湾的海军跟美军顶个月有伫西太平洋秘密海上演习哦，双方大概是有6架军舰参加演习。咱的国防部是强调讲，双方是无事前安排，是拄好去拄着，按照惯例来进行操演。台美军事的交流各方逼出来，路透社讲，咱国的海军和美方4月伫西太平洋进行无公开的海上演习，台美拢总有6架舰艇，包括护卫舰、补给舰和支援船来参与，也能加油、补给、通讯等等。国防部则是证实海军则无有机小组的行动准则执行相关操演。海上的不确定性因素非常多。那么，为了避免在遭遇的时候相互之间形成一个干扰，海上不预期相遇的一个行动准则，来依照这个规定来执行一些这个例行的这种操演跟演练。美国海军跟周边的盟国都建立了 CUES 嘛，那如果说我们跟美国海军建立这样 CUES 呢，未来有可能进一步可能有一些就有其他进行联合演习等等相关机会，因为双方有彼此之间有一个互通的这样联系等等这样子的方式。对台美的军舰伫海上这么拄好拄着，学者分析过去是定听到，但是这摆是外国媒体主动公开，一个是展现台美的关系升温，另外一个是透过做伙演习，互相更加打压，帮助台湾进一步争取参加多国联合军演的机会，各军加强和美方的军事合作，应对中国侵关台海情势。中国台湾1109舰，我是157舰，请注意你的位置，向东调整航向，与我保持安全距离。中国空5日地区着南地水南11时出现伫澎湖4个里亚的海域，海军派出长线军舰监控，所有对方警告要注意家己的位。国防部批评起无空对区域的和平稳定无帮助。另外，国军的电脑兵推4月底结束，今年是增加到8天7暝。嘛，甲俄罗战争以下冲突的经验、认知战、无对称的作战拢放入来，嘛，第一摆加入中国军种汇论的威胁。本次的整个成效主要是提升了整个联战指挥机制运作的能力。及指挥官指挥决策、参谋的判断和计划作为能力。针对国际关心5日抗台海情势的变化，驻美代表2大雷讲，陆清地连2番国际关系拢遵循蔡总统的路线，台湾不是麻烦的制造者，未宣布独立，嘛未制造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